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3月12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啊。今天我看媒體都在報道啊，很多房企的高管被限制出境。根據近期公開報道和司法實踐，被限制出境的房地產高管主要包括富力地產董事長李思廉、萬科集團部分高管、綠城中國前董事會主席張亞東、實地地產實控人張亮、青島迪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呂永成等。還不止啊，這裡面提到了萬科集團部分高管，不知道是前高管還是現任的高管啊。這說明什麼呢？反映在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期，司法对債務違約和風險防控的強化措施具體的這些人為什麼被這個限制離境叫邊控，它都有原因的比如說萬科，它是這麼介紹的，說萬科集團高管集體限制出境，限制範圍自2024年底起，萬科部分高管、一線公司負責人、關鍵崗位人員以及已離職的管理層。咱們以前也知道媒體都有傳言，這個王石已經被邊控，但是王石本人好像也透露過這個出境的時候需要審批。就是王石以前每一屆都參加的那個叫什麼巴西氣候大會他每一屆都參加，結果25年這一屆他就沒參加。有人就問他是因為出不了國，所以說明這個事情的嚴重性我認為這說明房企正在步入這個叫暴雷的深水区，不代表問題結束，而是說問題正在往縱深發展。那有關部門对吧，提前先禁止这些人離境，有可能要出事的或者已經出事了，別走了，到時候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不帶走一片債務，对吧？不帶走1分錢的債務。有媒體報道說這個雅居樂集團創始人套現150億，雅居樂創始人陳氏家族20年套現150億，卻留下1495億元債務如爛尾項目，從股權稀釋到資產轉移，家族財富黯然落袋，而公司瀕臨清盤。這不僅是資本遊戲的終局，更是高槓桿地產時代的殘酷縮影。雅居樂集團創始人陳氏家族被指通過多種方式累計套現150億元，而公司目前正面臨着嚴重的債務危機和清盤風險。正好聯合早報它有篇文章反映當下這個樓市的政策以及房企的困境。最近不在開大會嗎？有很多媒體和中介對吧，就是從這個大會裡面摳字眼得出這個樓市要暴漲了，樓市要回暖，樓市要反彈，再不買來不及了，就這種結論了這個每年或者每一次開什麼大會總有一幫人會從中挑那麼幾個字眼，以顯示這個樓價就要暴漲了，不漲來不及，不買也來不及就是按照我們的說法如果開會有用，那就天天開对吧，加班開，放假也開，一個會就能把問題解決了，那成本最低不行開視頻會議对吧，隨時開。有很多人他就不了解這些東西，當然了更多的人是无非是跟着後面鼓掌叫好，你不管開會什麼內容，你不管寫的是什麼東西，都是恰到好處對吧。胡一金老師就這種人鼓掌，然後就是增之一分則多，減之一分則少，一切都是剛剛好，不多不少，就是鼓掌。我看這個聯合早報他怎麼說的，他說中國官方房地產工作排序後移，房企仍未走出債務周期。從它標題就可以看出來對吧，跟那個房吹結論不一樣。房吹是從這個報告裡面得出結論，政府更重視房地產了，要救樓市了，要出大招。但是這個聯合早報他認為房地產的重要性已經後移了。我們看他怎麼說的他說中國百城房價2月繼續下探之際，在官方上周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穩樓市的排序從去年的第6降至今年第10位，表序也從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調整為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对于這樣的調整他說受訪業內人士認為，今年更多是延續此前政策，房地產行業已不再被當作重中之重。更嚴峻的問題是房企債務，大多數房企仍未走出債務周期，由此帶來的風險不容忽視。所以說很多房企的老板就被邊控了，你可別想跑，別想一走了之繼去年年底工作會議定調後，上周四就是3月5號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樓市工作目標設定為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提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盤活存量商品房，深入推進房地產發展新模式。今年的報告也增加了對房地產民
民生屬性的琢磨，提到加強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不过与去年相比，房地產段落整體篇幅縮減40%，用詞力度也有所減弱。那就是從聯合早報這個報道來看，房地產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對吧？也沒有什麼要救樓市啊、出大招啊。這個對炒房的人來說啊，對盼着這個國家出政策拯救的這些人來說，那恐怕是極端失望。對於這樣的變化，廣州中原地產項目總經理黃濤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分析，從去年開始，房地產行業重要性就不再是國民經濟中很被強調的一塊。他打比方說啊，就是任在主席台，但不是 C 位，其實很重要，但已經不是最重要了。他指出，今年排序再次后移，也與政策延續有關。去年強調止跌回穩，今年則是穩住，穩樓市的工作繼續，再給行業時間調整休養。從市場表現來看，中指研究院數據顯示，中國重點100城新房銷售面積2月環比下降30%，二手房成交套数環比下降42%。房價方面，100城二手房價格2月環比下跌0.54%，新房下跌0.04%，為2022年12月以來最大環比跌幅。上海一名資深地產業內人士受訪時指出，目前同行普遍的感受是，截至目前，大部分開發商手裡的債都還沒有清掉，只是負債多少的問題，都還是在硬扛着。那扛得住啊，對吧？只要韭菜不買房，開發商都扛不住啊。他進一步說啊，中國開發商負債的不同在於，大家都有份兒，這不僅牽涉開發商本身，也讓供應商、承包商、普通購房者以及銀行等金融機構都捲入了債務鏈條之中。分析師認為啊，需要系統清理房企債務。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今年2月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國真正解決了債務問題的房企沒有幾家，很多只是不斷展期。如果僅靠展期化解債務，由此引發一系列問題，將被低估。這就是咱們經常說的，只是把雷啊往後延，往後滾。你把現在該爆的雷你滾到以後啊，那只是會滾一個更大的雷，對吧？這雷越滾越大，滾雪球樣的。陸挺認為啊，除了保交樓，目前也必須系統性清理房企資產負債表，把債務關係捋順，還不了的就按壞賬處理，不能讓一些債務無限滾動下去。這個就是我天天說的，咱們在節目裡面經常說，就是要市場化啊，該破產重整，破產重整，該破產清算，破產清算。你老是這麼給他續着，到底幾個意思嘛？對吧？你比如萬科，該破產重整，趕緊破產重整。萬科還有重整價值啊，對吧？你這樣今天給他10幾個億，明天給他掏20多個億，你要救到什麼時候？你想跟韭菜拼耐力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官方今年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防範債務違約風險，但相關表述比去年的有效防範房企債務違約風險相對精簡。在15.5規劃綱要草案第1章展望未來5年發展環境時，同樣提到重點領域還有風險隱患，防範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任務繁重。當然了，這個1月1號啊，求是啊，不看到那篇文章嗎？讓好多炒房的又一頓興奮，對吧？一陣這個猛吹啊。那個文章裡面啊，提出要保持政策力度，尤其政策要一次性給足，不能採取添油戰術，導致市場與政策陷入博弈狀態。總之1月1號到現在也沒看見什麼大政策，也就上海出了一個什麼沪7條，那有什麼用呢？那沪7條反而是添油戰術啊，解限購是吧？一次性放開就完了唄。不過上述地產業內人士指出啊，化債的過程涉及優先排序，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談判過程，或者說這種博弈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說，如果缺少一个辦法讓大家理性認虧，那麼可能大家就會索性等着。這是業內人士說的啊，所以這個業內人士也不懂嗎？就是破產重整，用司法的手段、法律手段，你讓大家認虧，誰願意認虧啊？認虧做不了賬啊，司法判決可以下賬，對吧？財務可以拿着司法判決來做賬，就是叫做賬憑據啊，或者憑證，對吧？我欠銀行1個億，銀行說他不要了嗎？銀行不要了，那審計會不會認為你這是利益輸送啊？你是故意的，你誠心不要了是嗎？法院判決對不對？破產了，我這破產了，我1毛錢給不了，你那個賬就是壞賬就沒了，這可以。所以說要判決啊，要搞破產重整。所以我早就說了啊，這只有一個辦法，趕緊啊，越快越好，破產重整，早點破產重整，代價小啊，收益高，早破產早收益啊。你拖到最後就沒法破產了，拖到最後就沒法解了，越拖越多啊，是不是越拖問題
題越多嘛。所以你看啊，联合早報这個文章就說明啊，房地產實際上它的地位，對吧，已經在下降。在這種局面下，還有好多人指望着出什麼大招救市，這不是想多了嗎？而現在房企面臨的就是破產重整。今天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啊，是南方都市報報道的，跟買房的韭菜有關係啊，叫南雄法院1個月幫業主追回首付款。我們看看他怎麼說的啊，說開發商違約無法交房，法院判決退首付款、付違約金並強制執行。近日，廣東省南雄市人民法院高效執結一起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件，僅用時1個月，便為申請執行人全額追回購房首付款以及利息等全部款項，切實維護了購房者的合法權益。這個購房者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啊，也不知道什麼幸運之神呢降臨到他們頭上。申請執行人吳先生專程給法院送來一面锦旗，太感謝你們了，我給南雄法院和執行法官們點讚，是你們的高效執行和辛勤付出，讓我感受到了司法溫度和執行速度，言語間真確表達了對法院執行工作的認可與稱讚。商品房買賣關乎百姓安身立命之本，是消費者承載家庭安居期盼重大民生消費，按期交付房屋既是開發商應當嚴守的合同義務，也是法律守護人人民群眾基本居住權益的底線要求。2022年7月，吳先生夫婦與某開發商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及補充協議，購買某預售房屋。案涉房屋是吳先生夫婦這對新婚夫妻與年幼孩子共同居住的剛需住房，雙方約定了明確交房期限、延期交房違約金賠償標準等事項。孰料交房期限屆滿後，某開發商因自身經營問題遲遲無法交付合格的房屋，構成違約。多次協商未果，吳先生夫婦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依法訴至南雄法院，並及時申請採取財產保全措施，有效鎖定了開發商名下財產，為後續勝訴權益兌現築牢了基礎。法院經審理，依法判決解除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及按揭合同，同時判令某開發商向吴先生夫婦退還首付款及利息、違約金、利息費，並向按揭貸款機構退還貸款本金及利息。判決生效後這開發商始終拒不履行付款義務，吳先生夫妻遂向南雄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南雄法院秉持涉民生案件優先辦理原則，當即開闢綠色通道，及時完成對執行案款的查控扣划。案款到賬後，執行法官立即完成案款審批發放手續，化解了當事人燃眉之急。南雄法院表示逾期交房行為不僅打破人民群众基於合法信賴形成的穩定預期，更打亂普通家庭對家的美好憧憬，使人民群眾的居住權益、財產利益及情感期待均遭受實實在在的損害。法院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初心，以剛性守護百姓安居的民生溫度。這個如果吳先生夫婦是普通的牛馬韭菜，無權無勢，那麼咱們給這個行為點個讚。大家也知道中國叫執行難，你打官司容易，打個2年3年，最後你贏了，但是你要想把錢執行到位，這個沒那麼容易。不知道吳先生這種情況是普遍現象還是個例，還是因為機緣巧合，吳先生本人就是法院的。我們在網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這些牛馬韭菜，叫有冤無處申訴，打官司打不贏，就是打贏了，判決這個退房是吧，合同無效，那關鍵人家不給你錢你也執行不了，這種事情在網上很多所以说吴先生這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再看看這個證券時報報道說香港豪宅70%買家來自內地。香港樓市量價齊升，內地買家功不可沒。3月12日，香港進入2026年，香港樓市繼續顯現出回暖信號。量價齊升的背後，內地買家功不可沒。美聯物業此前發布的報告指出，香港高總價物業尤其受到內地客戶青睞，5000萬港元以上的一手豪宅中，內地客戶占比近70%，且呈現價格越高比例越大的趨勢。整體而言，內地買家赴港買樓
呈現幾個特點：喜歡新房，着重交通配套，價格承受能力也很高。公開信息顯示，摩根士丹利表示受人民幣匯率走強、租金回報率具吸引力以及房價回升推動，內地買家購買香港房產的數量大增，預計將推出新房項目，將延續較高的去化率，平均售價或小幅上調。最近從去年10月份開始吧，9月份關於香港楼市回暖，对吧？香港的房價上涨報道就特別多，現在有半年了，尤其過年以後感覺香港的樓市還越來越好。那麼今天這個媒體報道，對吧？香港樓市豪宅主要靠內地的買家推動。那麼摩根士丹利說主要受人民幣升值，因為香港是美元联席匯率嘛，那就相當於人民幣，那就相當于港幣貶值了，貶值不相當于房子便宜了嗎？那你內地的買家去那兒買就合適，推高這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原因之一。我倒是覺得，如果香港的豪宅是靠內地的買家推起來的，那差不多就到頭了，沒有可持續性。我在以前節目裡面說過，我個人認為香港的樓市回暖，實際上跟香港的資本市場還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大量的內地的企業到香港上市，這些人到了香港上市之後他要租寫字樓吧，他有辦公室吧，好歹有3-5個人在那兒吧，最少的3個人，你记得租寫字樓這一多是不是租金就上去了？他是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那他在香港租個辦公室，那不是天经地義的嗎？你看这些都是新增需求那这3-5個人都是從內地去的，那這些人在當地還租房子住是不是？租房市場也是一股，對吧？這個新鮮的力量，這都是增量，對不對？憑空多出來的。那這些實際控制人賺了錢的，他很多就在香港買房，他在香港上市了嘛，在香港的錢直接在香港買房，沒毛病他不用倒回內地，內地再倒出去，來回倒。但是這一切我覺得接下來是會越來越少，隨着香港證監會越查越嚴，這口子越收越緊，內地的企業去香港上市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的了，隨着數量的減少，對吧？還有一個優才計劃，香港從內地吸引了很多人才去，這人去了就要買房，這一切加到一起推升了香港的樓市。但是這些做多的因素會隨着往後會越來越弱，香港的樓市我認為它增長恐怕就乏力這是香港的樓市。那麼還有一個迪拜的樓市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說，在迪拜買房的中國人，中東地區衝突影響不大，甚至有機會超無敵。大家都知道中東那地方正在打仗，所以對迪拜是有影響的。低稅率、黃金簽證、資本自由流動，迪拜用數十年打造了一個全球財富的理想國，成為全球高淨值人群最熱門的遷移地之一。2026年3月，伊朗的導彈從天而降，衝擊了迪拜精心打造的樂土形象。硝煙之下，有人逃離，有人觀望，亦有人準備加倉，就逆勢加倉1971年，迪拜還只是一個依賴珍珠捕撈和轉口貿易的小港口，隔壁的土豪鄰居阿布扎比則坐擁全國90%石油財富。迪拜深知自身並非擁有最多資源，因此轉而用數十年時間將自己打造為資源流動的必經之地。而房地產則是人流沉澱最易被看見的顯化。2025年迪拜的人口超過400萬，是15年前的2倍。關鍵是90%人都是外國人。2025年迪拜房地產成交額達到了1.73萬億人民幣折合同比增長超20%，銷售交易量21.57萬筆，同比增長18.7%，均創歷史新高。就是25年根據迪拜官方發布的數據，2025年中國買家進入迪拜房地產海外投資者前3，佔比14%。在部分熱門樓盤，中國人和華人佔比甚至達到了30%。曾長期在迪拜工作的曹女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迪拜對於外來購房者購房渠道很便捷，流程並不繁瑣。2019年，因為在當地有實際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持有迪拜長期工作簽證的曹女士購置了一處房產。另外，迪拜房產的租售比優勢明顯。據了解，當地租金回報率維持在4%到7%，且無所得稅。對比其他房地產市場，投資價值和回報表現更優。除了在當地生活的剛需，迪拜房產近年也受到全球投資客的青睞。2021年、2023年、2024年，58歲長期在非洲和中東從事實業投資的李先生，分別在迪拜購買了2套公寓以及1套別墅。當時主要因為我經常在迪拜中轉，對這個城市比較熟悉。李先生回憶促使他最終下單的因素是多重的，除了曹女士提到的外來購房者
便捷渠道和租售比优勢，他也看好当地未来房價上涨的前景，也就是说他在迪拜炒房。还有一个关键的吸引力，购买房产可以申请10年的长期居留，也就是所謂的黄金簽證。目前阿联酋官方網站显示，購買價值不低於390萬人民幣房產即可自動獲得10年迪拜黃金簽證。當前這一簽證沒有首付限制，期房憑合同即可申請，也就是你哪怕買的是期房啊，反正你買一套價值390萬人民幣的房子，即便是期房，你也能得到一張黃金簽證。並且還支持多套房產價值合併計算，對吧？你買了一套房不值390萬，但是你買了3套房加一起值390萬就行，且不設居住時長限制。每年李先生會去迪拜待1個月左右，一方面看看房產情況，一方面也順便度假或處理一些事務。投資避險、免稅、投資回報高，黃金簽證是購房者選擇迪拜的主要原因。迪拜房產中介陳女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但是這一切都被伊朗的導彈給打破了。當導彈來襲，完全沒有想到迪拜會受到這場衝突的波及。2020年3月，伊朗與美國的衝突驟然升級，導彈的陰影第一次如此真實地籠罩在海灣上空。事實上，在美伊衝突爆發之初，在迪拜持有房產的中國投資者們並沒有太放在心上。一開始其實沒有太多想到迪拜會受到直接影響，因為迪拜整體給人感覺比較穩定、安全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李先生坦言，完全沒有想過迪拜會受到這場衝突的波及，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不設防的背後，是迪拜長期精心構建的安全形象。在過去數十年的中東動盪中，迪拜所在的阿聯酋始終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將自己獨立於紛爭之外。同時，在城市治安方面，根據全球數據庫排名，阿聯酋連續多年蟬聯全球最安全國家榜首。榜首那不應該是我們東大嗎？怎麼能是中東的這個阿聯酋呢？這我得替胡一靜老師問一句這胡一靜老師看過這個文章嗎？請過胡一靜老師把關嗎？直到2月28日晚，迪拜國際機場響起巨大的爆炸聲，隨後作為迪拜城市象徵的7星級帆船酒店哈利法塔相繼遇襲。接連不斷的攔截爆炸聲中，警報彈窗不斷的出現在每一部手機的消息頁。更為致命的是，導彈帶來的不僅是從天而降的碎片，還有對迪拜模式的壓力。迪拜的定位並非傳統石油土豪大國，而是全球資源中樞，其模式核心是流量經濟，以低稅率、資本自由流動、監管寬鬆、開放的城市形象吸引高淨值人士及資本聚集。外來人口及資金是迪拜迅速崛起的重要動力。總之全球有錢人都往迪拜跑據媒體報道爆炸發生後，關於資產從阿聯酋撤回新加坡的家辦諮詢出現激增。一位海外私人財富律師也透露，近期有數位迪拜客戶計劃立即將資產轉移至新加坡。迪拜的吸引力一直在稅收優惠，但現在我認為稅收優惠可能不再是他們的首要考量。全球企業和基金服務提供商一位負責人坦言衝突期間迪拜房產的過戶量出現了明顯的下跌。官網數據顯示當地1、2手房的過戶和注冊數一度出現暴跌。3月1日僅有23套成交，而2天前成交量還超過800套。你看看，原來朗朗的導彈擊中了迪拜的樓市本來一天成交量是800套，現在一下就成了23套，這不就清零了嗎？房子沒人要了。顯然，要想保住數十年來努力的成果，迪拜乃至阿聯酋必須提供且全力維護一個安全穩定的承諾。目前，阿聯酋對於機場滯留旅客，政府提供免費食宿，生活在阿聯酋的居民都在正常生活工作。因工作原因，陳女士一直關注局勢的變化。在局勢出現變化後迪拜政府第一時間推出了一系列維穩措施，一方面全力保障當地的社會秩序和民生安全，強化各類安全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也出台了相關政策，維護金融、房地產等市場的平穩運行，及時穩定市場預期。在重金保障之下，中國投資者情緒逐漸平息。曹女士對21世紀經濟報記者表示，從實際效果來看，當地的生活很快恢復正常，金融和房地產市場短期波動也快速平復。一位投身房地產行業10餘年的業內人士認為短期來看市場的劇烈波動與信心重塑是必然過程，但迪拜房地產的底層邏輯與硬核本質並未改變，長期看漲的共識依然穩固。同時，危機即是機會，當前的調整深度雖受戰事走向牽制，但極大概率正孕育着本輪週期的最佳
抄底窗口。陈女士也表示啊，有的老投资者们不仅没有波动情緒，甚至觉得有绝佳机会，还可以加仓投资，因为迪拜的核心投资优勢依旧没有改变，这里依然具備良好的投資前景。說實話啊，迪拜有沒有投資前景，得看伊朗這一次結局。如果伊朗他這個政權啊穩住了，穆杰塔巴坐穩了位置，原來的那一套暴食集團繼續，那麼迪拜的投資價值啊，基本上就逐漸啊下降。這幾十年塑造的一種安全自由，對吧？對資金來說是高度自由流動，但是啊現在都沒有了，還談什麼安全呢？伊朗政權從打擊迪拜當中，對吧，活了下來，而且嘗到了甜頭，那這下一次還得打呀？為什麼不打？打了你能怎麼着吧？所以說啊，以後伊朗這個政權他會有恃無恐，導彈直接對準迪拜，對吧？誰要打我就打迪拜。所以說啊，打算去迪拜投資的還得小心吶。當然了，如果特朗普啊把伊朗這個毒牙給拔了，那就是另一番場景。我們要看到的是什麼呢？我們要看到的是大國的有錢人不在國內買房，反而跑到，對吧，香港，要麼跑到迪拜，要麼跑到日本，到處買房，但是他就不在國內買，這是為什麼？對吧？有錢人在國外買房，沒錢的韭菜在這乾瞪眼，這是為什麼？這個恐怕啊是樓市啊起不來的一個原因之一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